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第5年了。每每在收集客家最美的意象时，才发现脚下的客家故事最真实。今年我们就沿着客家人的足迹找寻感动时刻。今天让我们造访有客家大道之称的台3线，继续我们的新竹关西小旅行。一早，孩子银铃般的笑声在绿色的阡陌间鲜活我刚苏醒的镜头。大的小的完成了一块，扭腰摆臀进了罗屋书院。100年前，关西罗家新学的四书，时光荏苒，现在成了关西社区营造里牛兰河剧团的天堂。那很多故事也是取自于牛兰河发生的故事，因为它是我们的母亲河嘛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用了很多客家歌曲。前面我们还用到我们客家的山歌子，然后最重要的，我们全部用客家对白，通常讲客话啦。新年吼，通常唔要讲，连都會講。放下多余的矜持，带着最真的关怀。北返的这一间客家老餐厅，却为小旅行写下最青春的注脚。了路是记得种草药。哇，摆盘好青春哦！阳光清洒，橘酱的酸甜味让正午的慵懒有了清醒的理由。陶瓮柚子的意象随处可见，而这也是客庄童趣。好，餐厅好像跟名字摆设跟柚子都有关。是，因为那个柚子是。取名哈，那个柔啊，客家话讲柔，所以庇佑哈，种柚子树就是让我们一家人平安，被保佑。因为我们老家很多的瓮，因为家里哈为了要做一些腌制的东西，所以很多不同形状的瓮。那我就想说，怎么样让这个瓮哈能够变？仿佛真的循着香气，带着满行囊的回忆，可以期待下一次的客庄小旅行。客庄田间，彩色精灵跳动，一片鲜绿里，春风打着节拍，向你递出邀请函，一起来吧，在关西100年书院舞出感动时刻。